来继续看，民进党新北市长的参选人苏巧慧，自从宣布参选了后，就迁走市场。顶2天到中心市场扫街的时阵，拄到幼稚园的老师，两个人是蓝条条，迄个场面，互人看到真温暖。那国民党这边虽然也未确定要派人出来选，但是呼声真悬的台北市的副市长李树川，今仔日嘛到北市区去视察，展现着市政的魄力。激动小揽2026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，伫3年埔中心市场扫街，去拄到特别嘉宾。真正唔敢相信，因为40多年前幼稚园老师讲也会记得伊，苏巧慧真欢喜将老师的手揪起来，甲团队介绍，久别重逢，场面真温暖。苏巧慧准备蔡瓜布送互民众大家热情的欢迎。苏巧慧讲，其实为做立委以来，逐年过年前，拢有去菜市啊拜访，今年嘛同款。那现在其实我们是把范围扩大到全新北，和所有新北市400万的市民在一起，不行。宣布要行遍新北市每一个乡镇，苏巧慧只针对明年的新北市长的选战先起鼓，因为伊的对手也未确定，上可能这个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今日出现伫北市区，展现市政魄力。总队长，甲台北市长蒋万安一做伙伫讨论市政。李树川伫月初捌表示过，只要确定登记初选，就是台北市副市长。对镜头底的手，敢会对市长的左右手退位去参选新北市长，就看党的规划。虽然目前选战也未确定，不过两个人拢拍拼提出政绩，互相伫比较，就看什么人会当得到选民的信赖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